好来，乡亲啊，来看这个最近的话题人物，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，委员名下其实有2间厝，教育的房间是安尼垃圾太高而苍苍，即摆阁互国民党的议员游淑慧来压了，讲伊9年前甲市府团队到澳洲去考察。 脱队去买真济精品名牌货，议员王心怡嘛加码来压了。有一届议长带队的考察团，高嘉瑜阁买6个经典的唱水表、热水鬼，而且阁手伊后生的饼去食。面对一连串的压了，高嘉瑜讲，若是有人遮尔早，就要开始准备立委的选战，那安尼伊嘛会提早来应战。也毋过真侪议论，嘛互高嘉瑜的心情大受影响。伊讲伊已经瘦3公斤咯，伊讲伊真正忝咯。 阮人讲家来使细厝，也毋过互人发现讲伊有2间厝，尾后佫讲伊细厝是即个型。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即摆变成网络的话题人物，国民党议员游淑慧节目中佫讲，2012年高嘉瑜甲台北市政府到澳洲考察的时，一直买名牌物件。我印象只有买一个 LV 包送给我妈，他说一个就一个吧。 高嘉瑜嘛吐游淑慧，我记得当时游淑慧是郝龙斌市长的秘书，所以他从头到尾都在。 照顾郝龙斌市长，我们市府官员不照顾市长，要不然照顾谁呢？所以应该没有时间去注意其他的事。那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照顾他，还要帮他协调，人家陪他去逛街啊。另外一撮由议长带队澳洲考察，高嘉瑜嘛，互人讲，高委员他有买这个劳力士的这个绿水鬼。王心怡佫讲，因后生食饼食到困去，伊看边啊这个高嘉瑜。 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你是在吃我儿子的饼干吗？”然后他就回答我说：“东西掉在地上，谁捡到就是谁的。”连续压这一料，互人真好奇。那如果有人现在就要提早开始做准备，我们也是提早就开始应战。要2年才选举，唔管讲甲选战敢有关系，那咧议员甲立委之间已经有火药味啊。